喺生活忙到喘唔過氣嘅時候，你需要一滴清新能量喚醒身心。Esterbell Spa 透徹心靈歐薄荷精油，採用100%有機歐薄荷蒸餾而成，具天然香氣同療效兼備，幫你喺日常忙碌中揾翻身心平衡。呢支萬用精油絕對係你嘅健康法寶。肚仔唔舒服，搽啲按摩腹部，有效即時舒緩消化不良、腹脹、腸胃等問題。頭痛緊，佢裡面嘅薄荷醇成分可以促進血液流通，輕鬆舒緩緊張性頭痛。鼻塞呼吸唔順，幫你暢通呼吸道，感冒同鼻竇不適都掂。皮膚痕痕地，搽一搽即刻舒緩痕癢同刺激感。而喺 Esterbell Spa， 我哋仲特別設計咗一個升級用法，我哋將精油配合泰克茲細胞理療療程，能有效鎮痛舒緩身體上嘅痛症。療程期間，我哋會搽適量精油喺有需要嘅身體部位，再用泰克茲熱氧儀透過特定頻率激活細胞，加速血液循環，等氧氣同養分直送細胞，同時分解乳酸，對各種痛症都非常有療效。每星期做2到3次，效果最理想啦。無論係用嚟按摩定家居熏香，呢支有機歐薄荷精油都係你隨身嘅健康守護者。快啲帶佢返屋企，等清新能量同你一齊擊退日常疲勞啦！